大家好，之前我哋講過波羅的海三國，三國嘅最後一個國家係愛沙尼亞。今日我哋由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坐車去到邊境，經過納爾亞 Narva River， 佢嘅對岸就係俄羅斯嘅邊境。由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去到俄羅斯嘅邊境，只不過係2個半小時嘅車程。途中嘅景色亦都相當之唔錯。Narva Castle 原名係叫做 Herman Castle， 佢係建於13世紀初，最初係用嚟防守邊境。佢經歷多次嘅戰爭，喺1991年修復為文化遺址，象徵住愛沙尼亞嘅正式獨立。好啦，我哋入到嚟俄羅斯啦。佢嘅景點可以用海量嚟形容，好似依家喺影片上面見到嘅，佢叫做聖爾薩主教堂。呢一座大教堂係採用俄羅斯帝國風格設計，佢係一座新古典主義嘅十字形建築，由法國建築師設計，歷時40年啊，喺1858年先至完工。佢嘅巨大鍍金圓頂高達100公尺，係歐洲第4高嘅圓頂建築。喺俄羅斯嘅聖彼得堡嚟講，佢嘅建築物以華麗啦同埋壯麗聞名，加上佢融合咗東正教嘅設計，簡直係視覺上嘅衝擊啊！好似呢一座彼得保羅主教堂咁樣，佢以其高聳嘅金色尖頂而聞名。佢嘅尖頂高達122公尺啊，係聖彼得堡天際線嘅重要標誌。佢依家係世界上最高嘅東正教鐘樓啊！而另一個重點，佢係羅曼諾夫王朝嘅皇家陵寢，幾乎所有嘅俄羅斯沙皇啦，同埋皇后都係葬於呢度，包括彼得大帝啦，同埋尼古拉二世。
跟住鏡頭見到嘅係叫做勝利柱，佢亦都係由法國嘅建築師設計，並由不同嘅雕塑家去創作嘅。佢共有4尊嘅雕像，象徵住俄羅斯嘅4條主要河流，包括有列雅河啦、沃爾霍夫河啦、伏爾加河同埋第聶伯河嘅。佢最初嘅設計係為燈塔，用於夜間引導船隻，而柱頂嘅大碗最初係載滿燃料嘅麻油。跟住鏡頭前面見到嘅呢一座叫做聖三一橋，佢係橫跨涅瓦河啦，以其優雅嘅新藝術風格設計而聞名。前面呢一座係擁有帝國風格嘅東正教教堂，佢叫做黑山教堂。佢以半圓柱同埋金色圓頂聞名，充滿住莊嚴啦同宗教藝術氣息。佢係建於1801年，已經超過200年歷史啦。呢一座教堂內部主要用大理石啦、孔雀石啦同埋青金石裝飾，非常之華麗同埋莊重。睇完咁多嘅華麗壯麗嘅教堂同埋宮殿，嚟到食飯嘅時候，我哋梗係唔可以失禮啦。呢一座係19世紀嘅宮殿，佢叫做 Nicholas Palace。佢原本係沙皇一世尼古拉第3個兒子嘅官邸，依家係成為藝術中心同埋表演場地。今晚我哋就喺呢度品嘗俄羅斯大餐，同埋飲俄羅斯嘅伏特加酒，仲有魚子醬添啊！
好啦，今集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。